鋪頭都開得幾齊，有食嘢嘅，呢度基隆街都想講下，行出邊馬路睇下，呢度係可以行車嘅。排檔冇開，可能夜啲開。呢邊又有開。哦，呢度基隆街直行咧，就行到西九啊！呢度。賣袋嘅，有啲行車，有啲行人嘅。繼續過馬路，呢個打橫好似呢個北河街，賣豬肉嘅，有車喺度落貨嘅，人車鋪頭三樣夾埋。左邊係北河街街市。右邊入邊麵包鋪，啲鋪檔好似未開，可能早。左邊係北河街街市。賣毛巾嘅，賣啲衫、玉器都有喎，唔知真定假咧。呢度馬路睇大排檔，呢度賣古嘢，唔知真定假。繼續打橫呢條叫桂林街，佢就直行北河道。我話賣菜嘅，我想賣菜，街度賣9,000幣。大排檔咧叫做我隔離鋪頭有開，幾旺下添，冇乜空鋪，可能呢啲排檔又多啲喺左邊先，冇乜人。望到前面有個公仔嘅西九。好，基隆街行到嚟呢度，由南昌街行到嚟西九，電梯口。可能慢